社名人来看选举的消息，台北市立委补选进入最后的阶段，今日早起，民进党的代理主席陈其迈出现伫中山区，陪共党的立委候选人吴怡农扫街拜票。对了，陈其迈上北坐镇，副总统赖清德将伫阴暗的出席吴怡农的庙口的开讲。另外，伫选前最后阶段，拢请这大开伫冲选前，不过国民党一个候选人王宏维呢，伊就伫警体讲。这个吴怡农是这个小英男孩，小那无找总统出来门来斗徛台。另外嘛，针对讲政见发表会所提出的质疑，认为讲吴怡农可能伫登记参选的时就回避辩论。对此，对着这个代志，吴怡农表示讲，对手无提出具体主张，真歹辩论，伊会好选民看到两个人无共款的所在。那我们要出发喽！这阵车真侪前来下手，选战进入上尾阶段。民进党台北市立委候选人吴怡农专工邀请代理党主席陈其迈上北来徛台，和在地议员做伙车扫拜票。对怡农的选情有信心，树立一种新的选举的文化，也不打口水战。也不进行抹黑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做事情。那一透早请陈其迈车扫来收听，暗时的庙口开讲，副总统赖清德嘛来收听。最后关头，吴怡农找党内大咖来拼六阵。另外一边，国民党的候选人王宏维嘛继续咧拼，除了同款的进行大规模的车扫，嘛针对政见发表会无辩论的环节来甲对手算。吴怡农是小英男孩，不晓得他最后会不会找蔡英文主席来跟他一起站台，非常可惜哦。那么我记得吴怡农先生应该是比我还要早登记。所以，是不是吴怡农先生他在登记的时间第一时间他就拒绝跟回避辩论呢？我的对手对我的任何的主张没有提出具体的批评、具体的想法，这样是很难辩论的。我相信大家在今天下午的政见发表会中，也会看到我们两个之间的不同，也会同意我们不沦入口水战，是对的选择。王宏维直直咧攻击能源、经济和治安的问题，吴怡农坚持要用攻击的方式，以国家安全、国际化和提升竞争力来做三大主题。若咧双方拼气势嘛讲政见，就是想要伫9合1选举的演讲赛拼出好成绩。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